咱台湾引进外籍移工已经有30多档啊，即阵国内已经超过71万位移工。即马民间团体也邀请移工用因的母语写文章，请台湾的学生将伊翻做是华语。社区大学学生替因画图做艺术品，希望透过正人的拍拼，将移工生活卡掠记录落来。 Tragedi 98 membuatku menjejakkan kaki sampai di negeri Formosa. 用印尼话把这篇家己写的号做思念的诗读出来。在1当前，印尼籍的 Mut 经过1年白花事件了后，来台湾做家庭看护工，重新过日。伊也讲出离乡背井来台湾讨食，加在有行动的观念甲自由。如果我一个人，我很难过。悠悠咖会带我去很多地方。 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，我语言不懂，然后我想回家，我想印尼。思念故乡的心情，透过文字将伊变做奋斗的能量。菲律宾一个家庭看护工 Rose 在台湾才头路7档啊，已经靠家己的双手，在菲律宾有家己的厝，让伊的囡仔有实践梦想的所在。Before my dream is to be an engineer, a painter artist. After that. I didn't reach them, and I came Taiwan to work, and also the culture of Taiwan, I like it. So I want to stay in Taiwan. 13对越南、印尼、菲律宾来的移工用母语写文章，代社工系学生到翻做华文，永和社区大学的画图班成员这个甲因画出来，就望移工的故事会当伫咧台湾有更较侪连结。 过去咱拢的作品就是迄个外籍移工，伊就家己做写伊的物件，还是做伊的代志。咱台湾的雇主袂，所以家己就创伊家己代志。要毋过伫即个创作内底，当共同来成就一个足水的即个图面。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未来台湾在依赖移工的这样子的事物上面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台湾已经变成少子化的第1名。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不仅让他们抒发心情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台湾人更了解。 更认识他们。台湾引进移工30多档，即阵国内有超过71万的移工。透过这款的工作坊，移工有分享和创作的机会，也让人看到因唔单单是咱重要的劳动力，嘛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，共同伫咧促进社会进步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。